新春佳節餐飲宴會相當頻繁，我哋會一連2日探討一下環保飲食嘅話題。今日會先睇一睇鄰近地區無廁餐飲喺本澳究竟可唔可行？團年歡聚、春茗飯市一系列嘅菜單入邊，都會發現魚翅係指定菜式。乳豬啊、翅啊，即係老人家可能會中意咯，因為意頭啊咁樣。佢真係好慘㗎！正正因為呢一種傳統，目前生存受到威脅嘅鯊魚已經有126種，某啲種類，例如雙髻鯊嘅數量已經減少超過80%。而且呢啲鯊魚嘅雙鰭被割，但係佢哋唔會即時死亡，只會因為冇辦法游動去揾食物而餓死，又或者係慢慢流血而死。選用燉湯啊，同埋嗰啲菌類啊，同埋嗰啲比較係蔬菜之類嘅菜式嚟去代替嗰啲宴會嘅菜式啦。單單係呢一間酒樓，每個月起碼都會消耗幾百斤魚翅，但係佢哋主動向食客提供嘅環保餐單就冇咩人捧場。如果係按個比例嚟講咧，都係比較少啲啊。我諗都係1成2成之間，2成都唔到咯嚇。其實由07年開始，香港就已經有環保團體推出無廁宴嘅計劃，到目前為止已經吸引40幾間嘅大型食肆參與。佢哋正進一步將呢一個環保餐飲計劃推廣去到一啲唔食深海嘅捕捉魚類，例如係龍躉、蘇眉等等。可唔可以幫手支持一下無廁餐飲啊？即係我哋而家話唔食魚翅啊，希望大家有呢個機會咧，可以盡量推動呢個文化啦。環保團體希望可以收集到5000個市民簽名，交俾食肆同政府，呼籲佢哋正視情況。佢哋又批評市民同食肆缺乏環保意識，政府責無旁貸。呢啲食材究竟係咪真係環保嘅呢？咁不單止係飲食餐廳未必知，市民亦都未必知。保護瀕危動物嗰啲方面嘅法例啊，或者教育方面嘅咧，都係近排因為大熊貓嚟到啦，咁啊引起一個對瀕危物種關注嘅嗰個熱潮。咁其實亦都可以見到呢個咁係比較被動啲。環保局就話，目前已經有保護珍稀動物嘅國際貿易公約適用於本澳，局方將來會繼續加強環保食材嘅宣傳推動工作。魚翅同埋藍鰭吞拿魚暫時咧就未喺呢個公約嘅附件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後咧，因為呢啲都係一啲稀珍嘅食材啦，咁我哋今後亦都係會即係繼續向市民咧去推廣，即係希望佢哋咧喺環保嘅角度或者一啲珍惜資源嘅角度咧，佢哋係即係拒食或者少食呢啲咁嘅食物啦。至於會唔會單獨立例規管呢一啲珍稀物種入口本澳？黃萬雄就話需要睇整體嘅社會環保意識，再嚟到考慮。但本澳一定會緊隨國際步伐，推進保護珍稀動物嘅工作。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